市建局計劃工廈重建嘅項目位於中西區堅尼地城士美菲路長興工業大廈，樓齡約40年，樓高12層，估計涉及14個業權。喺度經營化妝品生意幾十年嘅陳先生，原本持有3個單位，其中2個單位早年已經轉售，而家只係剩翻呢一個面積約7000尺嘅單位。佢話曾經有地產商想收購大廈重建，但都失敗。佢歡迎市建局收購。我哋都偏向傾到有一個價係，即係講緊翻都5年前啦，都大部分我哋啲小業主都同意嘅。咁但係因為又唔係淨係同阿 A 傾啦，跟住我哋又有 B 發展商入咗嚟，有 C 而家發展商入咗嚟啦。咁其實係佢哋自己要坐埋，即係要傾掂先，而唔係話我哋小業主嘅問題。雖然我哋係佔大部分啊，但係個問題你話8成強拍啊，有好多人都爭議呢個問題。但係個問題，我哋調翻轉頭呢，我哋小業主而家加埋呢，先得個7成到啫。咁調翻轉頭，佢哋佔係未到嗰個門檻嘅。佢哋如果譬如3個傾唔掂數，我哋都唔使發展嘅。但有業主話，同區租金高，一旦要重建搬走，好難揾到合適嘅同類單位。肯定揾唔到㗎啦，因為大家都知道中西區已經越嚟越少，咁一定係上寫字樓㗎啦。咁所以一定係有個困難嘅，好多員工都係住喺附近，即係或者呢個區附近。咁你搬去遠啲嘅區，大家都唔方便咯。有重建項目業主就話啦，由於工廈所身處嘅位置咧，非常之接近將會喺2014年啟用嘅港鐵西港島線站，交通咧會更加便利，咁所以對於收購價要求亦都更加高。市建局預計要用7億3千萬收樓，用4億幾重建。項目可以起到180個單位，面積喺500平方尺以下嘅中小型住宅單位，預計喺2018至19年落成。喺我哋嘅觀察裏頭呢，就冇一個好明顯嘅工業嘅生產嘅程序。咁當然喺14個業權裏頭，我哋亦都希望係個收購係比較上容易啲去做，事關個數量唔係咁大。咁但係即係當然嗰個要呢個業主佢要滿意我哋個收購嗰個價錢啦咁樣。市建局主席張震遠話：未決定係咪將項目納入港人港地。每個項目做唔做港人港地呢，係等到項目成熟嗰陣時候呢，然後呢再開會決定考慮呢其他嘅因素。市建局估計呢一個重建項目會虧損超過1億。發展局局長陳茂波話：市建局現時財政穩健，但有需要嘅時候，政府會考慮注資。而市建局未來5年會有20至到25個重建項目，總投資金額達到250億，亦都唔排除會有更加多工廈重建項目。香港民視記者廖正文報道。